超过了1000万人，比去年这个数据提高了3倍。沈经理啊，有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们的支付宝总额已经超过了2亿啊！你在干嘛？怎么还不睡啊？等等啊，等等啊，这过来。一念，你知道吗？我用1折的价钱呢，买到了全自动洗衣机1折。你没事吧你？你是小白啊你？什么小白啊？哎呀，小白就是对网络上的事情都漠不关心，电脑技术为零。你才为零。今天是5一，在网上购物啊，可便宜了，尤其是在华彩购物。哎呦，我的1折洗衣机，快来快来！那我觉得完美也不错啊。买家电就是要上华彩，上什么完美 out？ 1折，1折。刘梦，你搞什么呢？哟，你又是怎么搞的？妈妈，昨晚又在华彩网上购物了哦。哎呦，昨晚上可累死我了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我儿子在华彩集团，我当妈的能不满意吗？来，两位网络达人先吃点东西吧。哎呦，转性了，这通常都是我在做的呀。虽然面包呢是我烤糊了，但是牛奶应该还行吧？好，真的啊？那你们慢用啊。梁妈，这种一念有点古怪哦。嗯，这味道不错呀，我儿子一定喜欢。梁妈，你跟一念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哦，你昨天都谈什么了？告诉我啊！恭喜陆总监，您又创造了新的纪录。是啊，我们网上的订单量和交易额都创造了新的纪录，才短短6个小时的成交量就达到了35个亿，真是个奇迹啊！董事长，谁呢？祝贺你，宪贝啊，干得漂亮！你一出马啊，就把我们华彩上半年的亏损额度全找回来了。董事长，您过奖了。其实这一次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各位同事一起努力的成果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次公关部和销售部合作的非常成功，我决定嘉奖你们，每人1个大红包。向北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但是销售部的经理，你还将是新任华彩集团的副总裁。谢谢，谢谢。恭喜你，陆总。谢谢。其实这次的成果，你们公关部门功不可没。真不知道我这是走运还是倒霉。华彩跟我们完美打得水深火热，可是他的副总却在背地里跟我来往。陆先生，能告诉我吗？副总都当上了，你到底还要干什么？没错，我是做了这个位置，但是很快沈孟德就会把他拿回去给他儿子做。沈孟德在这个行业足足当了10年第一，并不是因为他强，而是因为他靠他老婆，还有靠运气。我很坦白，我是个有野心的人，让我屈居人下可以，但肯定不是像沈孟德这样的人。原来你上次送我的不是见面礼，而是童装。都一样。虽然我很欣赏你，但是要跟我并肩作战，好像还缺点什么。
1月中是我们家电行业的传统年会，每当这个时候都要重新选举新的副会长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跟沈孟德争了10年，但是都输给了他。如果这次你能阻止他的当选，对你，我就会另眼看待。童董这样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如果连兔子都抓不到，还有什么资格到我手上拿肉吃呢？有道理。这是我们促销活动的纪念品，我特地给你送过来，因为你代言了华彩，配合这次的促销活动，让我们的销售业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。你太客气了。虽然我爸爸的持股量比不上你们沈家，但好歹华彩也是我们自家的产业，帮一把也是应该的。我真的没想到你是江叔叔的女儿。我爸爸很低调的，况且我在歌坛发展，不想靠家里人。我真的很佩服你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私底下很喜欢你的歌，应该算是你的忠实粉丝吧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最近要出新专辑。提起新专辑，我头都疼。你知道现在找一首好歌有多难吗？真正懂音乐的人少之又少。其实我私底下也会搞一些创作，上次给你的只是其中一首而已。你还是踏踏实实当你的大少爷吧，音乐可不是儿戏。你玩玩票、过过瘾也就算了，想拿它当饭吃，痛苦的可是你。其实呢，这一次我带来了一首我刚创作的新歌，想让你看看。晚上的颁奖礼我们要去试礼服了。康琪，我还有事。那你们先忙吧，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啊。喂，康琪，一念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呢。你呢？听你的语气，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没什么，只是有点想你了。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吧？挺长时间没见了。那你明天下午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见个面，陪我聊聊天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正好我们见见面，我也充充电。啊，不然我都烦死了。你怎么了？亏我还是学灯饰设计的，一个小小的台灯就把我难倒了。一念，说句真心话，其实我觉得……什么？好了，你别吞吞吐吐了，直说吧。我怕打击到你，一念。其实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做灯饰设计师，就像我一样，根本不适合搞创作。也许我们都错了，都在做一个不可实现的白日梦。为什么连你也这么说啊？一念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要不明天我们见面，我给你个惊喜，好吗？好吧，那你开心点啊，晚安。喂，一念。喂。外公，向北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一个老瞎子有什么好不好的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沈孟德已经升我当副总了。外公，沈孟德生日那天那个花圈，他本来就该死。
些个忘恩负义、始乱终弃的小人，难道他不该死吗？怎么了？你心软了？对你的仇人心软了吗？不是。你给我咬着牙走下去，不要沈孟德死无全尸。喂，康琪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好，你再等等啊，我手上还有一些文件要签，签好了马上过来啊。啊，没事，现在才11点，不着急，你慢慢来。好，再见。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小姑奶奶啊，整个录音室就等你一个，你就凑合一下吧。我说了，我的新专辑宁缺毋滥。这事到如今，你让我到哪儿去给你找好歌？你就是逼死我也弄不出来啊！找到了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快快快！啊，好的。对不起，英英小姐，我来晚了。沈经理，英英已经看过你的新歌了，对你的新歌非常满意。但是副歌的地方还是需要修改。啊，英英已经让我把要改的地方给您标出来。
那个最亮的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那个啊，就是北斗星。妈妈教你一个儿歌好吗？好。北斗星亮晶晶，一个家7颗星，7颗星儿手拉手绕成一个勺子形。路上行人迷了路，看看北斗，方向明。北斗星亮晶晶，一个家儿7颗星，7颗星信手拉手，组成一个勺子形。夜里行人迷了路，看看北斗方向明。宝宝啊，太聪明了，妈妈教了你1次你就记住了。以后啊，再看到这北斗7星，可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话哦。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是你啊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不用，我那个手机进水了，打不了了。你能不能帮我通知一下康琪啊？你觉得我手机还能用吗？别说了，先去医院吧。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了。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啊。谢谢啊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？不用了，康琪应该很快就到了。他要是看不到我，他会很着急的。他真的会来吗？啊，你就这样湿哒哒的等你那个失约的男朋友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先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会不会很麻烦啊？走吧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小心啊！你没长眼睛啊你！我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这个伯乐，我的第一个作品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发行呢。以前还真看不出来啊。现在也不晚啊。那我算不算正式入行了？就凭这一首歌，你太天真了吧？我很好奇啊，你根本不用这么辛苦，完全可以做一个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千金大小姐。你怎么会选择这条路的？1000个人就有1000种活法，我就喜欢特立独行，和别人不一样，这就是我做音乐的态度。以前我只知道你很会唱歌，没想到你这么有个性。来，希望你第一首歌能早日问世。谢谢，那我也希望你的新专辑能够早点跟大家见面。那行，我先走了，你先忙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沈建宇还挺有才华的。光有才怎么行？这个世界上有才华的人多了去了。最重要的是要专注，天才等于勤奋加努力加死磕。指望他专心做音乐，怎么可能？可惜了，他投错了胎。我的手机呢？您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手机掉了，我想记个电话留下。稍等一下。谢谢。
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谢谢你。你跑到哪去了呀？喂。你好，这里是童一念小姐的家吗？请问你是她的室友吗？是啊。啊，我是财经第一线的记者，我们想采访一下童一念小姐。采访童一念。是的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请帮我们开下门。哦，好，好。谢谢啊。我到家了，毯子还给你。我先上去了。童一念。康琪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我女朋友在一起？我昨天晚上我们的确是在一起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到底跟我女朋友怎么？放手！童一念，你干嘛呀？原来你昨天晚上都跟他在一起啊？那我算什么？我还是不是你男朋友啊？你是我男朋友，我在公园等你一天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掉到水里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别人救了我，你还在这里说这种话！别再说了，亏我还担心你一个晚上。原来你们俩，我们俩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我先回去了。我回来了。房子我退给你，你马上给我搬走。童大小姐。怎么了，一朵？童一念，你为什么要骗我啊？亏我把你当好姐妹。我骗你什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你是完美集团同知型的独生女。亿万家产的继承人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是穷人啊！一朵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我很穷，所以我很好骗，是吗？我很可笑，是吗？不是。我一朵这辈子什么都能忍受，什么都能不在乎，但是我不能忍受我最好的姐妹欺骗我。你给我走，马上搬走！你昨晚跟童一念到底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一个公司的副总，一个部门经理，在办公室里大打出手，到底为了什么呀？康琪。你问他。小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沈经理以为我要抢他女朋友。你敢说没有？康琪，
我先不说他是不是抢你的女朋友，但是为了个人私人的问题，在办公室里动手打人，成何体统啊？你还是华彩未来的接班人，你这样做，让大家看到了怎么说你？太不像话了！暂时停职。作为惩罚，出去。爸，出去。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想当中应该有些误会。向北，我要看的是你工作上的表现，你私人的问题，我是不会干预的。但是，如果你要抢我儿子的女朋友，我希望你抢得高明一些，不要让他在办公室里跟你闹。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，都给我滚蛋！你也出去。是。气死我了！臭一念，敢骗我？什么好姐妹嘛你！哎，一朵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公共财物哎，搞什么浪费啊？哎呀，对不起嘛。今天早上一念来电话请假，我想着你们就有事儿，果不其然，说吧，是不是两个人闹矛盾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往后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毫无瓜葛。呦，小姑娘要学古人，隔袍断义的。我才不要跟这种人当姐妹，高攀不起。哦，你是知道了她的千金小姐身份，心里不平衡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她是童之行的女儿哎，谁不知道啊？那上次他来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又没问我，我为什么要说啊？可是，行了，一念现在心情跟你一样的，他以为你知道，他以为你知道了，也许不在乎，所以他就没有说明白。他不说明白，不见得他是在骗你啊。你用你的脑子想一想，上次他爸爸来这儿看女儿的时候，说跟女儿关系怎么好，我是哄他，没有戳穿。有几个当爸爸的来看女儿还这么鬼祟祟的啊？是哦。再说了，你爸爸因为喝酒误事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人家笑话你了吗？没有。你们上次两个人被房东追，他抛弃你了吗？没有。这不结了吗？人家也没笑话你，也没抛弃你啊！你就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受不了，就把人家赶走啊？哎呀，我这个猪脑袋！就是个猪脑袋！我怎么会这么对他呢？要怪就怪昨晚，都是那些记者问东问西的，我才会这样。哎呀，啊，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去找一念了。一念，啊，一念，我错了，一念。姑娘，去哪里啊？我送你啊。我去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，我学东风做好事啊。你干嘛？一朵，走啦！要不坐你的车啊？有完没完？臭流氓，莫名其妙你。走啦。
怎么啦？你不生我气了？对不起啦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是我不好，我没告诉你我爸爸是谁。但是不管我爸是谁，我都是那个跟你一起吃泡面、一起找工作、一起同甘共苦的童一念啊。对不起啦，哎，你别再说了。你当初搬进那个家，你说过那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共同的家，都是我太小肚鸡肠了。因为我穷，所以我自卑。可是梁妈说的没错，你从来没嫌过我穷，也没嫌过我爸是个酒鬼。你是唯一可以跟我共患难的好姐妹。对不起了，我不管，箱子你来拿。知道啦，那还不快走？那我们回家吧。走吧。来了，内幕消息呢？嗯。哎呀，太有料了，肯定能轰动全城。还不止呢，还有更劲爆的呢。是吗？好，好。陈总，您对今天的头条有什么看法呀？请问华彩的物流是不是真的有内幕啊？华彩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一个交代呢？哎，谁走？谁走？谁走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有点事儿，弄得我迟到了。哎呀，沈总啊，你可是贵人姗姗来迟啊！非常抱歉。来，各位请坐吧。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就开会吧啊！今天的议题，我想大家都清楚。看看各位老总们，你们谁先说？还是让沈董事长先说吧啊！这个我都知道了，我想在座的也很清楚，大家都在等着我给一个说法，对不对啊？各位，今天报纸上所说的，全属子虚乌有，全部是有人放的假消息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不能连任副会长。我出来之前，和我的律师团队还有我的高层已经开过会了，我让他们马上搜集材料，一，对外要澄清；第二，要揪出幕后的爆料者，追究法律责任。在座的各位与我沈孟德都是有10几年的交情了，我的为人，你们应该很清楚。我做事光明正大，我的错我认，不是我的错，我一定要追究到底。老张啊，你是会长，咱们俩的交情是最深厚的了，你也不相信我呀？孟德兄啊，先别发火啊！我当然相信你了，只是空口无凭啊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这件事情的确让我们华彩的声誉受到了影响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各位有什么提议呢？要不然这个选举往后推，等到水落石出、
还华彩一个清白之后再选举，我是不反对。怎么样，各位老总看看，这个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啊。大家有什么高见呢？我反对。童老弟，我就知道，你一定有高见。沈兄啊，你说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，是有人在陷害你。可是我得到的消息，这份资料是华彩公司物流的内幕，那些报道并不是无中生有，而是确有其事。请看吧。沈总啊，这些看你作何解释？不对，这全是假的，有人在放假消息。吴志贤，这份材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有人快递给我的，署名是刘仗义。当然，这个名字肯定是假的。我想一定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并且知道你和我是多年的竞争对手，所以就发给我了。怎么，沈兄，这算不算是想利用我呢？啊？全是假的。涂向北，各位，这位就是这次活动的总监。向北啊，你来给大家澄清吧。沈董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不能再瞒下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让沈少来主理这次活动的物流部分，的确是个错误。到底想说什么？当初我都劝过沈少。我跟他说，以我们目前的物流状况，根本不可能应付供给，而且我们内部的争斗已经很严重，所有的情况都混乱不堪。之前那个副总也没有处理好，沈少进来之后又视若无睹，现在还为了争取表现，竟然说保证3天之内发货，但以目前的状况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的。陆向北。哦，难怪沈家少爷打了你了。说什么？哦，就是网上写的那个，我也看了，原来是这样。网上说什么了？今天早上有个手下告诉我，说网上爆料，沈家大少爷在办公室公然出手殴打副总监陆某某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你胡扯，打他为的不是这个事情。沈兄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的儿子打人是事实。同志请你。沈董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经理，我们的官网已经瘫痪。经理，现在各大报刊和网站的头条都是对咱们华彩不利的新闻，我们都在吵着要退货。陆总人呢？陆向北人呢？怎么都不说话，变哑巴了？沈董，对不起，你这么信任我，还把沈少交给了我，是我没有能力劝服他。而且我也是这次活动的总监，我责无旁贷。我现在向你正式引咎辞职，对不起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
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